老师，是学校那潘老师吗？王老师在照顾他，所有的医药费都是王老师承担的。他和王老师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他们是离婚了，可是王老师却一直在照顾他。他可能心里在想，夫妻一场吧，他也放不下吧。前妻背叛了自己，不但不计较，而且还要去照顾他。像这种人，不是太伟大，就是太傻逼。我觉得王老师肯这么做，可见他对潘老师还有感情。你俩能不能闭嘴啊？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。看来我真的得回到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了。什么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呀？继续走婚，问的什么问题你？你这问题问的我都答不上来了，知不知道？所以我才问他嘛。那你说，我连属于我自己的生活都找不到，这是可喜还是可悲？这件事不可喜，也不可悲。我觉得吧，你现在心里是有一个结，如果你要想重新开始，不把这个疙瘩解开是万万不行的。冬眠说的对，王老师他不可能不去照顾他的前妻。其实我带你去医院吧，我是想把真相告诉你，让你知道真相。但是我是想让你面对这个真相，而不是像鸵鸟一样把自己的脑袋埋在沙子里去欺骗自己，整个世界是黑的。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？我要是你的话，我就去医院，帮着王老师一起照顾他前妻。照顾他前妻？对呀。那我以什么样的身份和立场呢？王老师的学生，他的爱慕者，还是别的什么？关键不是以什么立场去，而是你敢不敢去。我觉得你现在之所以犹豫，是因为你害怕。你害怕面对王老师的前妻，害怕王老师再次拒绝你，害怕别人看你的眼光，对不对？本来就害怕，你不害怕吗？你什么事儿都不怕吗？我有什么可害怕的？我告诉你，雷闪闪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根本不要去管别人怎么看你，怎么想你，你就是努力静下心来，努力的去倾听你自己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？哎呀，那我到底想要什么呀？如果你还爱王老师，就放手去做，至少啊，算是为自己做的一次努力。
你说我应该叫你潘老师呢，还是叫你师母？这么多年不见了，你居然变成这样了。躺了这么久了，我想你也应该躺累了。你打算什么时候醒过来啊？护士，你好，请问一下11号房的病人什么情况啊？病人姓潘，对吗？对，他叫潘玲，我是他的学生。他已经住了好几年了，他的大脑皮层严重受损。虽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但是已经处于高度昏迷的状态了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植物人。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够醒过来啊？这个不太清楚，机会很渺茫。因为他睡了太久，植物人要苏醒的话呢，不单单只是靠他的药物，更重要的是他要有意志力，还要家人对他的喊话，这个比较重要。我看她一个人在房间，平时都谁照顾她呀？她的丈夫几乎天天都会来，即使有事儿的时候，也会嘱咐我们说让我们照顾一下。都这么久了，一个男人真的不容易，真是好男人。小姐啊，您需要我转达一下您来探望过病人吗？哦，不用。或者那个你写一个字条，我转交给他呢？不用了，谢谢你啊，护士。麻烦您帮我保密，千万别告诉她丈夫我来过，好吗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谢谢。啊？我没听错吧？他跑去医院照顾潘老师，任珊珊，你疯了？我没疯，我只是觉得潘老师需要人照顾，我也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